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MyVice 呢個頻道，我係 Stephen。你有冇諗過點解你成日都唔開心嘅呢？黃禮成，你可唔可以上進啲啊？我啲朋友都上晒車結晒婚啦。嗱，呢段片啦，講緊嘅咧就係女主角帶咗男朋友咧去參觀佢朋友間新屋。睇完之後咧，佢開始希望咧個男朋友都可以早啲買樓，咁啊再同自己結婚啦。咁到最後咧，因為始終都達唔到呢個目標啦，咁兩個人只能夠分手收場。嗱，不過咧，我反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喂，其實分手嘅原因咧，真係因為一層樓咩？嗱，如果女主角身邊嘅朋友係冇一個買樓嘅話，佢哋之間咧仲會唔會出現同一個問題啊？嗱，我唔係想討論買樓啊，我想真正討論嘅咧係一個我哋幾乎每日都會做，但未必察覺到嘅行為。呢一個咧就叫做社會比較。嗱，呢個現象咧，其實早喺1954年啦，心理學家 Leon Festinger 費斯丁格咧就提出咗個理論去解釋嘅。咁咧佢就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假設，佢話 Humans have a natural drive to evaluate themselves， 意思即係話咧人天生咧就係有嗰種我做成點，我算唔算成功，我值唔值得嘅嗰種嘅諗法。但個問題咧就係唔係所有嘅事都有客觀標準。喂，例如我算唔算成功啊？我靚唔靚？我係咪一個好嘅父母？呢啲問題咧就唔似數學考試啦，有90分、100分咁客觀。咁所以咧，當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嘅時候咧，人就會開始望身邊嘅人，透過比較去判斷自己。咁即係話啦，其實好多時我哋對自己嘅評價咧，都唔係嚟自於事實嘅，而係嚟自於咧自己係排喺邊一個位置。喂，例如啊，一個人啊人工啊4萬蚊，本身係冇高低分㗎，係咪啊？如果你身邊全部人都係2萬蚊人工嘅啫，喂，你可能覺得自己都幾叻幾成功㗎。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啦，你身邊全部嘅人咧都話揾緊8萬蚊、10萬蚊，咁同一份人工咧，可能你又會覺得自己好失敗。咁所以真正改變你情緒嘅咧，未必係關收入事，而係佢比較嘅對象。嗱，講起比較啦，其實我哋就有分兩種嘅。咁第一種咧就叫做向下比較，即係話咧同一啲冇自己咁好嘅人去比較啦。例如我至少都有份工啊，喂，至少我身體健康啊，至少我都冇欠債。嗱，呢種比較咧可以令人都幾舒服嘅，幸福感都會高啲。但係如果你太依賴咧，就好容易會停留喺現狀。因為你嘅自信咧就係建立喺有人比我更差之上。嗱，咁你一旦啦嗰個人追過咗你，甚至乎消失咗，咁你嘅優越感咧都會跟住消失啦。嗱，我有個學生啦，其實佢每次咧都唔係考得幾好，咁但係咧佢唔係覺得自己真係咁差，因為咧佢班上邊咧就總有一個人咧係比佢更加差。咁啊後來佢嚟到咧好唔開心。咁佢同我講話有個同學要移民，咁我話唔緊要啦，咁你有佢電話噶嘛，你幾時揾佢都得噶。個學生話唔係啊，因為要移民嘅嗰位同學咧就係考包尾嗰個啊。嗱，另外一種咧就叫向上比較，咁即係同一啲比自己更加成功嘅人去比較。喂，咁呢種比較其實未必係壞事噶，咁好多運動員都係靠呢種比較去推動自己不停咁進步噶啦。例如 NBA 明星球員咧高比拜仁，曾經咧喺一個訪談節目嗰度咧就同佢前隊友奧尼爾講：嗱，我知你拎咗 NBA 冠軍之後，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動力，咁咧就要激勵我咧要拎多2至3個冠軍翻嚟。咁呢種比較可以係一個動力，但同時咧佢亦都可以係一個壓力。咁差別就係在於咧，你係將人哋當成一個榜樣啊，定係將人哋當成自己失敗嘅證據先？嗱，心理學家就發覺啊，如果一個人長期進行向上比較，就好容易會降低自尊啊，增加焦慮，甚至乎係出現抑鬱嘅情緒等等。咁而社交媒體咧係更加將呢個問題放大嘅，因為大部分人都只會分享自己最好嘅一面嘅啫嘛。於是咧，我哋就好容易產生一種錯覺。喂，點解全世界好似都過得比我好咁嘅？但其實我哋每日比較緊嘅咧，未必係人哋真正嘅人生，而係人哋精心挑選出嚟最光鮮嘅人生。
例如啦，朋友去日本旅行，咁你睇到嘅就梗係富士山溫泉同壽司啦。咁但係你睇唔睇到啊？係佢翻咗嚟香港之後，喂，每個月仲要還卡數啊！朋友買樓，咁你睇到啊新居入伙啦，佢係巴閉啦。但係你睇唔到佢未來30年嗰個供樓壓力咧。朋友升職啊，你又睇到佢人工加咗。喂，但係你睇唔睇到佢每日 OT 到凌晨啊？咁所以社交媒體放大嘅咧，從來就唔係現實之間嘅差距，而係一個心理上嘅落差。嗱，咁好啦，我哋又停止唔到社會比較，咁人活着又咁痛苦，咁有冇啲咩解救方法啊？大師，咁阿德蘭認為咧係有，佢提出咗一個概念，就叫做課題分離。嗱，佢認為咧人生其實好多痛苦啦，都係唔係件事本身造成，而係咧我哋成日將人哋嘅課題變咗做自己嘅責任。嗱，咩叫課題咧？阿德蘭咧有一個好簡單嘅判斷，佢就話呢件事嘅結果最後係由邊一個承擔先。嗱，例如啦，你而家努力工作，咁呢個係你嘅課題啦。咁老闆欣唔欣賞你？喂，呢個係老闆嘅課題喎。你可以準備去表白 ，OK， 呢個係你嘅課題。對方唔接受，就係對方嘅課題啦。嗱，咁回應翻段片啦，咁我又唔敢講話，如果冇社會比較，佢哋最後一定唔會分手。但至少有層樓先可以結婚，呢個觀念究竟係咪女主角一直相信嘅先？定還是佢係因為見到身邊嘅朋友，喂，一對對都買咗樓先結婚，於是佢就覺得人生應該係咁啊？喂，其實咧呢個就係社會比較最令人忽略嘅地方。喂，佢唔一定咧會令你羨慕其他人，而係咧會慢慢將人哋嘅人生變成你認為自己必須跟隨嘅人生。嗱，當你相信只有跟住同一條路先可以成功、幸福，焦慮同壓力咧，往往就係由嗰一刻開始啦。咁但係課題分離都係第一步嘅啫，佢可以令你停止用其他人嘅人生去定義自己啦。咁但係仲有一個問題，喂，如果我唔再靠贏過人哋去證明自己，咁我仲有啲咩追求啊？或者我應該追求啲乜嘢啊？嗱，阿德蘭真正嘅答案咧，其實仲有另一個概念，佢就叫做共同體感覺。嗱，好多人認為咧，阿德蘭只係叫人唔好比較啦，其實就唔係。佢認為咧，人天生咧係有追求價值感。問題咧就係價值感咧應該係由邊度嚟嘅啫？嗱，佢認為咧，真正健康嘅自我價值咧，唔係建立喺我比其他人優秀嗰度，而係建立喺咧我有冇同其他人建立一個連結，我有冇為身邊嘅人咧帶嚟一啲嘅價值。嗱，換句說話講咧，幸福感其實就唔係嚟自排名，而係嚟自連結嘅。嗱，所以咧，當我哋將焦點由我有冇贏過其他人，慢慢轉移到今日嘅我有冇比琴日進步啊？今日我有冇幫到一個人先？你會發覺其實你依然可以追求成長㗎，依然可以努力向前，但係已經咧唔需要再靠打贏人哋去證明自己存在價值啦。嗱，總結一下啦，其實真正解決嘅方法咧，就唔係強迫自己唔好比較。喂，因為比較呢樣嘢本來就係人嘅天性嚟㗎啦。其實真正重要嘅咧，就係唔好將自己嘅價值建立喺比較之上。嗱，當你唔再用其他人嘅人生去定義自己，當你開始將價值感建立喺成長、連結同埋貢獻之上，當你停止問我係咪過得比其他人好，喺呢個時候，你先係真正開始活緊自己嘅人生啊！嗱，今集嘅內容咧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中意今集嘅內容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咧有唔同嘅睇法咧，歡迎都可以喺留言區同我分享㗎噃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